如果为了市长的方便或用人数多加以种种违反民主体制的运作，就比较不好。做一个有洞见观瞻的公众人物，自己也粗俗，就不能骂人家粗俗。他奶奶的，他奶奶的，他奶奶的。院长早。院长早。院长，想先问一下，昨天高雄市议会出现质询还要抽签这样的乱象啊，您从事政治这么久，降一点点可以吗？院长的下巴遮到。抱歉。慢一点。好，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？不好意思，这样可以吗？谢谢。那您从事政治这么久，有看过像昨天高雄市议会这样子质询还要抽签的，大家说是乱象吗？民主国家由民意机关监督行政机关，就是正常的现象。那到底怎么样的市长、怎么样的议会是选民选出来？最好能够符合民意，能够妥善运作，这才是让民主国家正常运作、让城市健全发展最好的地方。如果为了市长的方便或用人数多加以种种违反民主体制的运作，就比较不好。然后，那你有看过大党开唱吗？昨天韩国瑜批说，瓜姐上面讲话太粗俗了。如果自己做一个有洞见观瞻的公众人物，自己也粗俗，就不能骂人家粗俗。他奶奶的，他奶奶的，他奶奶的。那我是觉得音乐会是年轻人和乐迷很喜欢的东西。那当年我当县长办海洋音乐季，就甚受欢迎。希望相关机关能够多一点给乐迷、年轻人聚合听音乐的机会，不必处处阻挠。院长，因为现在实际上还是继续延烧，那外界质疑就是说，虽然这个总统府跟外交部人员没有涉入这个国安购买的团购原案，可是他们还是利用职权去超买烟，这样是对的吗？各种行为受法律规范，公务人员也一样。如果有任何情况已经进入司法程序，就由司法或者是相关权责机关来判断有什么责任就怎么办。好，谢谢大家。他奶奶的，他奶奶的，他奶奶的。